另外，要来关心的是，即马为着要来照顾时大甲弱势族群，新德市是对今年11月开始呢，把这敬老的爱心卡逐月日的点数对600点提悬到800点。另外，过去呢是限制本人使用，也毋过即摆这规定已经放零啊。从明年开始呢，这家属卖当摕这卡片，替厝内人来买物件，互无方便出门的时大卖当享受这项福利。透早就未少时大来农会买物件，新德市的敬老爱心卡自11月对600点提悬到800点，为了照顾弱势族群，市府宣布对明年开始卖放零使用规定，开放予行动无方便的时大，会当予家属摕敬老卡去替伊买。民众听到消息拢话赞。会使用代替来买较好哦。当然啦，因为行动不便，若有诶倒地面床去滚，就袂惊免走。哦。所以拢会使用它。对啦，嘿啦。照伊讲，你若去用卡，应该是就是证明讲，这个就是迄落，这人的迄落身份就是安尼嘛，就是用啊。除了代买服务，连原地伫农会甲药房，敢若会当使用100点买物件，也加倍变做200点，透过提悬使用率。真好啊！哎，安怎讲？啊，加100块嘞啊！哦，咱在对这农产品吼，销售的业绩吼，有很显著的一个成长吼，很显著的一个成长。啊，当然吼，来买这老大人啦，吼，是讲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者啦，吼，嘛是吼真欢喜啦，因为吼会使买的物件吼更较多。希望说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制度的一个建立，能够让长辈就是行动不便的长辈，未来就是可以更方便的来去使用我们的敬老爱心卡。新德市社会处指出，敬老爱心卡除了会当摕来买物件，计用来摕来坐公车、火车、计程车。目前全新德市65岁以上的时大，拢总有64000多人。未来会继续为时大争取福利。记者杜君豪，新德报道。